新竹一間幼稚園平常時啊，就安排歌戲的課程，予囡仔學台語，嘛認捌傳統文化。畢業典禮時，就提供舞台，予囡仔發揮創意來表演，真趣味嘛，真古錐。台頂的囡仔咧搬歌戲，予觀眾甲家長攏看甲笑嗨嗨。這場幼稚園畢業典禮真特別，囡仔認真咧搬戲，家長也真認同幼稚園，予囡仔透過學歌戲來學台語，認捌傳統文化。學台語之後呢，能夠慢慢可以跟更晚輩長輩溝通，其實是不錯的方式，讓長輩也比較懂小孩子在想些什麼。非常不錯，因為現在家裡也越來越少講台語，所以有這樣課程的機會，可以讓他們更認識自己台灣自己的母語。這樣，幼稚園平常時啊，得安排歌戲課程，予囡仔體驗。教歌戲的老師認為，予囡仔用趣味的方式來學台語，是上好上緊的方式。哇，囡仔學了足緊的，會曉唱，會曉比，啊，佫足介意這個迄個戲劇的。哦，唱歌，着唱歌，啊，互因表演，伊就記佇伊的頭殼內。囡仔若甲伊講台語是袂曉講啦，啊，若是叫伊唱歌吼，伊攏足夠的啦。啊，因為我足細漢就愛看歌仔戲的，所以我開學校時，我就有一個節目，就是四期，就是互囡仔佇個歌戲內面學台語，安尼因會學較緊。透過傳統戲劇，囡仔除了感受到歌戲的趣味，也體驗台語迷人的所在。家長也緊摕相機，替囡仔佇這場無同款的畢業典禮留落來珍貴的相片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